就是你明那个手，莫搁安尼拍我，慢慢的。打车，耶，叫啥？啊，周杰伦。好难哦。阮伫咧，来哩，阮伫咧。听妈妈的话也太难了吧！阮伫创啥？怎么那么快就放弃了？没有，因为啊。那个，不是，阅历啊，那个，阅历啊，塞哩，看一下，我是明星铁盘的啥？哇，还有北部星，外省歌听少。歌听少，诸葛亮啊，阮伫咧下巴要安怎？下巴。剩小，瘦小，不是啦。钱要安怎？来，钱要安怎加？然后用啥物？计算机。对。爸爸若做毋对代志，顶住拢爱为啥物？阮较早有一个歌叫做月历。我啥物你？中国一定强。不是啊。你对着我的头一个字是我啥物你？你甲妈妈讲我你啊？我爱你啊。就是中间那个勇敢的你。勇敢。我爱你。我爱你的中爱。对，然后 O A D 对哦。就这样最后一个字。这个很好看，第五个字是输的透明。赢。爱拼一定赢。爱拼啥物赢？爱拼才会赢。